你有冇發覺有啲人嘅運氣特別好？除咗天生命格之外，原來後天都可以令你越嚟越旺。只要你做足呢5件事。第一件就係儀容打扮。所謂先敬羅衣後敬人，亮眼嘅儀容打扮就係開啟成功之門嘅第一步。第二，嘴巴要乾淨。你講乜嘢就會變成乜嘢，千祈唔好再講我衰、我好窮、我命唔好，要更加講多啲我可以、我值得、我一定會更加好㗎。第三，該翻篇就要翻篇，唔好再回頭望糾結發生過乜嘢事，放下轉念，趕走負能量，你嘅正能量就可以再次凝聚，引領你繼續向前走。第四，越快樂就會越有運，高頻嘅情緒就會引嚟高頻嘅人同事物，你笑得出嚟，好事就會自然嚟。最後就係記住呢個口訣，非常有效。我嘅命就係好，我想乜嘢就會嚟乜嘢，我想做乜嘢就會成為乜嘢。名氣、人緣、財富、健康、幸運、愛等等嘅好人好事都會向你湧埋嚟㗎。